分别，何有执着，决定往生。世中精良里面说，世中精良文字比较深一点，以后有人改写得很浅，叫世中之知，教给我们人在临终的时候。2022民国中华民国111年6月15号停用了。其中要是遇到善知识帮助他往生不成问题。最怕的遇不到善知识，家亲眷属在旁边，这个也舍不得，那个又舍不得，这个又一把眼泪，那个一把鼻涕，完了，他还能往生吗？他心就不清净，那就坏了。自己修学的功夫不到家，外面的人就是主宰你的命运，外人一定要纠正。世中之知也说，最好家亲眷属结缘，这世间人看不尽人情，家里人都不能送终，是不尽人情，他能往生。因为家人他有感情，他到那个时候忍不住